哇！今日咧真係足足忙咗成日，翻完教會之後同啲僆仔去咗圖書館，咁啊跟住就同佢每個仔咧都同佢買咗啲 puzzle，即係嗰啲砌圖啊。咁啊而家攰攰地去食啲越南嘢，跟住做先翻屋企，咁啊希望唔使嗰個煮咁辛苦啦。今日嘅講道咧，魏傳道咧講得非常之好，講摩西咧同葉忒羅嘅事件。咁就葉忒羅咧就教導摩西去做管理，點樣做個領導。但係我覺得咧就魏傳道將嗰個主題咧擺咗喺摩西嘅素質，同埋摩西咧身為一個已經有學識嘅人咧，已經有領袖才能嘅人咧，點樣謙卑落嚟咧去牧養佢嘅百姓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。當中更加就顯出上帝嘅心意，上帝本身就係一個咁有慈愛嘅上帝。而摩西嗰種學習咧，真係如果你講緊200萬以色列人日日夜夜喺曠野裏邊，即係頭暈身㷫咧，都揾摩西忙到不得了。咁點樣做得有智慧咧？去聽佢岳父講咧，就做一個好嘅管理。咁我覺得咧，就呢個有啲地方啊，以前都又係冇聽過，可能。嚟到澳洲啦，比較更加靜落嚟，可以細心聽到啦。第一咧就係由冇制度去到有制度，其實都基於上帝嘅恩約嘅。如果唔係基於上帝嘅恩約咧，就算制度與冇制度底下，人都係會彼此立約同互信。所以最難就係當以色列民連制度都冇嘅時間，以前由埃及人去管佢係咪啊？咁至於令到佢有制度。嗰個過程當中點樣協調咧？可以揾出有才能嘅人，揾出咧可以管理人嘅人，可以值得信任嘅人，以至摩西最後淨係管2000個千夫長啦，就能夠管理到整個以色列民啦。另外騰出空間咧，可以做多啲屬靈啊、信仰嘅職事啊，係咪可以多啲親近神啊，以至將佢神頒布嘅律例典章係咪去到後期嘅10誡咧頒布俾以色列民？我覺得呢個重點咧，其中一個即係幾重要嘅重點咧，係以前遺忘我冇聽到嘅。聖經喺舊約咧就出現咗以他連，其實以他連咧直譯就係今日嘅 talent， 呢個就更加大嘅睇法。上帝係去一路去祝福同埋創造每一個人咧都係獨特嘅，以至賜俾每個人唔同嘅恩賜。所以以他連咧，其實根本就譯做而家嘅 talent。而每個人都不一樣咧，彼此喺主裏邊去服侍上帝。呢種嘅配搭同埋唔驕傲，而看別人比自己強咧，嗰種嘅同心合意咧，其實就係建造教會同埋基督身體嘅真理嚟嘅。俾我嘅啟發咧，就係好多人發展科技、發展新嘅時代，但係忘記咗聖經嘅真理。我嘅領受就係用以他連，即係人嘅才幹，建立一個銀行，以至咧可以做 matching 服務其他人，超越咗發貨幣嘅系統同埋組織嘅架構。呢種嘅超然或者呢種突然，其實唔係我自己作，我係從聖經裏邊領受所得。